最近这阵啊，正大一寡大咖讲唔到话，总是引起着大风波。像这个郭台铭讲后宫唔通来干政，像这个韩国瑜讲凤凰飞走入来一堆鸡，像这个蔡英文甲别人的政绩讲做是家己的功劳，还有郭文铁讲已经讨厌外省人，佮讲乱野聊讲林志玲有心咯。有律师来认为，讲这话背后反映这个人真正的心态甲想法。啊，事后的道歉，选民嘛无一定会当全盘来接受。凤凰都飞走了，进来一大堆鸡。讲到台湾人才流失，国民党总统参选的韩国瑜伊的话引起争论，但是讲唔到话，也有台北市长郭文泰。比方说，我们就很讨厌外省人。另外，红海创办人郭台铭4月嘛传出太太反对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，离家出走。郭台铭霸气讲后宫卖干净，同款被批评。郭登刚在面前道歉，态度软化，体谅到我太太过去的辛劳。吴敦义嘛讲，蔡总统是上大中共代理人，被认为是逻辑错乱。但是蔡总统家己嘛有讲唔到话。是谁有这样的这种气魄跟愿景，居然在纽约买了一栋大楼？那我告诉你，就是我啦。把别人政绩工作是家己的，蔡总统嘛伫面前认错道歉，无分哪立别。政治人物最近连续失言，道歉变成是 SOP。非常捏把冷汗的是，有没有一个可能是，这就是你真心话？尤其在不设防的时候，真心话是特别的凸显的。道歉只是因为政治语言或者是一个选举语言而已。你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示你不是如此的话，你会觉得中间选民为什么会对你只是一个简单的对不起，就会认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政治人物的道歉，中间选民无一定拢会接受。发言进前也是爱加想一下，若无受伤的，恐惊也是自身的形象。